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今来听人讲，做人千万唔通目睭生日头壳顶，看人无够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壳头壳的壳，读壳啊壳第四条，壳就是外口皮定定的物件，咱讲壳。像讲动物的手级就是头壳，头壳有人讲是头壳壳，另外脑髓有人讲是头壳髓，头壳骨有人讲是头壳碗。另外，动脑筋去想，咱讲是脚头壳，有人讲是脚头脑；皮囊、皮肉啊，有人讲是皮壳。啊，若动物通脱脱皮，咱讲是脱壳。另外，佫有无实的空的，咱讲是空壳。像讲无人住的厝，咱讲是空壳厝。过去空壳支票，有人讲是巴拉票。即文言读做壳，读科壳，共款是第四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空壳，这意思就是拍拍无实，或者是空心的。第二个词读做小鬼仔壳，就是咱现代讲的名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意大利威尼斯名句节是世界三大嘉年华采鸡活动之一。民众伫小鬼仔壳游街，内底是空壳的，有各种风格。这个活动已经有800多年历史啊！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壳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壳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